好，我哋繼續啦。第26條題目，小智由圖書館行去步行到遊樂場咧，需時40分鐘。佢喺4點33分抵達遊樂場。咁佢係幾多點出發離開圖書館嘅呢？4點33分抵達啦。時鐘上面嘅表達呢，就會係4點33分，大概呢個位置啦。為咗方便我哋思考呢，我將佢出發嘅時間佢抵達嘅時間提早3分鐘，4點30分。咁如果30分鐘前呢，就係4點正啦。咁佢因為用咗40分鐘，所以我哋再褪後多10分鐘，就會係3點50分啦。若果佢係3點50分出發，佢就會4點半抵達。佢而家抵達嘅時間係4點33分，即係佢遲咗3分鐘出發，即係3點50分加翻3分鐘啦，即係3點嘅53分出發啦。所以係下午3時53分離開圖書館。好，第27條題目啦。以下呢係深深星期六嘅活動時間表。有一處地方弄污了。好啦，咁即係佢9點3去到唔知幾多點呢，就係上管弦樂班啦。10點50分去到12點10分呢，就係溫習。12點半去到1點3呢，就午膳。2點半去到3點45分呢，就係足球訓練班。咁分題 A 呢，就問啦，深深呢上足球訓練班用咗幾多時間呢？咁若果係2點半去到3點半呢，就係1小時啦。咁佢由3點半再去到3點45分呢，就係15分鐘啦。所以總共係用咗1小時15分鐘嘅時間。B 深深參加管弦樂班用咗55分鐘。咁呢，就要使用24小時報時制啦，表示管弦樂班呢係喺幾多點結束嘅。9點15分，1小時60分鐘後呢，就會係10點15分啦。咁佢用咗55分鐘，即係減翻5分鐘，所以佢係10點10分啦。10點10分，早上嘅10點10分，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直接就係24小時制嘅答案啦。分題 C 呢就話啦，午膳之後呢，深深午睡呢，去到1點50分起床。起床嘅時間呢，與足球訓練班嘅開始時間相隔幾多呢？1點50分起床，2點半鐘就去上足球訓練班。好啦，我哋再用時鐘圖片去思考題目啦。畫多個時鐘先。好，原本呢就係3點50分。1點50分，其實一個時鐘都夠用。1點50分去到2點半鐘，好12至6呢度係半小時30分鐘。10去到12，分針由10指到12呢係10分鐘，分針由12呢落到6呢係30分鐘，即係10加30分鐘啦，即係40分鐘，不足1小時嘅。小時呢度係0小時40分鐘。咁點樣驗證呢個0小時呢？我哋可以見到呢，1點50分去到2點30分呢，
呢度唔夠1小時，因為咧佢完結嘅時間係早於1450嘅，因為呢一個時段先至係1小時，咁佢係少於呢個時段嘅時間，所以不足1小時，0小時。咁當中嘅時間咧就只有40分鐘。